今日嚟睇下 EXO 三位主唱嘅 vocal。首先睇 Chen 最大嘅特色係高音穿透力。當佢推高音嘅時候，聲音會一直向前，好似冇阻力咁樣推出去。同時共鳴非常集中，所以聽落非常乾淨，直接又好穩定。所以我會歸類佢係都主豐富。而家睇 Baekhyun 最大特色唔係高音，而係控制。每一粒字，每一個轉音都非常自然。佢把聲唔會直接撞過嚟，而係慢慢滲入你耳仔。細節非常多，但當歌曲需要力量，佢又可以即刻推上去。所以最後我會歸類佢係都主權富。最後睇 D.O 最大特色係厚度同自然感。佢把聲唔需要刻意爆發，已經有重量，每一句都好穩好紮實，聽落好似自然推出嚟，唔會太花巧，但係非常耐聽。所以最後我會歸類佢係權主豐富。你鍾意邊個？好啦，多謝收睇。